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切克参议院的议长 Mr. Chill 今日去立法院访问，也正做头一位不是邦交国率伫立法院发表演说的议长。是由数日前有预告草案规定，所有餐饮业者拢要标示猪肉的产地，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400万。日本宣布讲，对9月初8开始开放台湾地区商务人士以及特定人士入境，也减掉入境前后拢要采检，也要检疫14天。切克参议院的议长 Mr. Chill 今日带团访问立法院，也正做头一位不是邦交国率伫立法院发表演说的议长。伫伊演说的上下尾，各用华语发一句讲：“我是台湾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现场的扑克声也是响袂离。我是台湾人，希望。这届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初一参访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正做第一个非台湾邦交国伫咧立法院演讲的议长。演讲上尾，伊引用美国前总统甘乃迪1963年伫咧西柏林演讲讲的话：“我是柏林人”，而且用华语话：“我是台湾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互现场调雅立委站起来拍扑克超过1分钟。Jsem přesvědčen, že je povinností každého demokrata podporovat všechny, kteří hájí demokratické principy a někdy za nelehkých podmínek budují demokracii. Jsem proto velmi rád, že jsme v rámci naší senátní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mohli za vámi přijet, abychom si navzájem vyměnili zkušenosti, podpořili se a rozšířili vzájemnou spolupráci. 韦德奇议长这一次在中共战狼外交威逼利诱之下，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勇敢率团立台访问，不畏强权，引领变革的捷克精神，令人敬佩。刘锡坤强调讲，台湾甲捷克拢是以民主正做立国的根本，期待未来持续交流合作，共同创造双赢。嘛，颁予韦德奇一连国会外交英务奖章，甲立法院纪念仪式推。经过45年，阁有外国议长访问国会，尤锡坤甲夫人杨宝玉亲身迎接。立法院嘛设捷克的特典，甲民主友谊墙，邀请韦德奇签名做纪念。这届立法院接待捷克参访团，防疫措施是唔敢放零。针对捷克访问台湾，去互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呛讲爱付出沉重的代价。韦德奇回应讲，捷克有家己一套理解一中原则的方式，而且民主国家无应该听非民主国家的命令。不过，敢是要甲台湾看作一个国家，韦德奇的回应是真谨慎。Má svůj politický systém, který je podobný tomu našemu a sdílíme stejné hodnoty. A z toho si myslím, že odpověď plyne. 台湾捷克双方伫咧中斗长的时阵，就国防、经济甲教育议题做交流。刘锡坤表示，已经答应韦德奇伫疫情过了后去访问捷克。尾手，刘锡坤阁带捷克团去伊的故乡宜兰的团艺中心行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切克议长用包专机的方式访问台湾，所以也发生中国解放军的军机出现伫台湾的西南空域，甚至是离这架专机伤过晚，去互咱的空军界驱离。中国外交部也随开嘴批评讲，访问台湾的行程是甲中国14亿个人民做对头。中国军机最近几夜间出现伫咧西南空域扰乱台湾，路线嘛显示中国军机走入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也若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的专机30飞往台湾的时阵，中国军机阁一届出现，而且超工甲信号开开，还阁互记录到伫咧恒春外海，甲专机离无80公里，去互空军用广播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蔡总统顶个月为金门倒来台湾的时阵，疑似嘛有中国军机伫咧台海遐踅，这届中国军机接近捷克团的专机，引起外界恐吓的联想。那个民航机的路线是完全透明的，所以讲白就是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再怎么不爽，他不能对这个民航机做什么事情。只是说可能是有它的巧合性。针对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咧德国访问的时阵，大声呛讲，捷克甲14亿的中国人民正做敌人。学者分析，王毅这个举动主要是要警告欧洲的其他政治领导人，唔通学捷克。因为王毅访问欧洲的行程，有去甲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甲德国，去用解读做美中关系无好了后，想要巴结欧盟的行程。不过有法国媒体甲口说讲，王毅外交行程失败，
关键是伊强较积极，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引起德国甲法国的反感，而且新疆甲香港的问题，后面嘛真关心。损害管控可是基本上不算顶成功，主要原因就是说新疆、香港的做法，让欧洲人想起第2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搞集中营的做法，特别是新疆这件事情上，欧洲人是完全无法谅解。毋但王毅访问欧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杨洁篪嘛去访问欧洲，去向解读者是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甲欧盟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提早铺路。学者评估，杨洁篪去访问西班牙甲希腊，毋是去德国甲法国，按算受到反弹的声音会比王毅较细。因若西班牙、希腊海运的地位是真重要，中国本来伫这2个国家港口的设施都有真侪投资，所以会尽力稳定对欧洲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年就要开放美国的猪肉、牛肉入来到台湾，需要数日前要预告草案，包括夜市百货公司的餐饮业者拢爱标示猪肉的产地。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讲，餐厅也应该写出来互看，就算是真侪种肉但做伙假肉，也是爱标示清楚。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400万。特别到下班的时间，真侪夜市的大头嘛要开始做生意。明年开放美猪进口了，若是有使用到猪肉，还有猪肉内店头甲单，全部拢必须要标示产地。大部分的店家拢表示愿意配合，还有头家讲坚持用国产猪，绝对不用进口的。我们都是固定的厂商了，都配合10-20年了，不会换，都用台湾猪。台湾人的嘴巴很厉害啊，吃就知道这肉好吃，无共款，别人吃落拢糊糊啊。毋过，常常食外口的人也是烦恼讲会食到有3把斤的美国猪肉。有标的话比较放心啊，因为我们会自己去看啊，我们可以决定说我们要吃台湾的还是吃那个，对啊，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啊。为了营养美猪进口，卫福部是有数点一粒预告草案，未来无论是包装还是小卖猪肉肉品，拢必须要标示原本的产地还是国家，而且包括小卖店、夜市的店仔。百货公司、美食街等等的餐饮业者，嘛拢需要用华语来注文，字体袂当比0.4公分更较细。若是以其他的牌仔，也是用吊挂方式，字体袂当比2公分更较细。就算是假肉，还是牛猪南做伙啊，嘛要求业者一个标示清楚。如果它的猪肉、牛肉什么肉都是一个地方的，那就标一个一方就好了嘛。那如果它的来源地很多，那当然就要标啊。但是，中强调讲，未来300种的美国猪肉来台湾了，一定会增加客载的频率。客载工课由地方政府来执行，针对无标示的业者，上当会当罚300万；标示不实，上悬会当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开放美国的猪肉、牛肉进口，却引起国民党执政的县市讲要串联反对，饲猪仔业者也讲要抗议。透早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呼吁讲，中央甲地方爱共心。那针对到预告期的部分，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重点毋是伫预告的听书，是放伫咧沟通。总统亲自宣布开放莱克多巴胺 BD， 和各地饲猪协会拢讲起表示反弹，呛声不排除发动抗议。南亚执政县市也准备串联反对。早起出席活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呼吁，中央地方应该一条心才袂乱，并且强调所有参与 CPTPP 的成员拢开放美国来猪。台湾想要摕入场门票，袂当先将门关起来。台湾不能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定一套标准，而不照国际的标准，不照科学的证据，这样走不出去。这样我们要跟国际谈判，人家也会觉得台湾怎么这样，也不会跟我们展开。为了国家利益，蔡政府要开启大门。也毋过，即摆中管部会拍算有过7天了后公告，为什么唔采用60天有过期？伫公告前先收集各方意见，不便互外界接机，到底咧着急什么？早起参加电视专访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无说明，只用短7天有过的理由。也毋过，后进规件代志是政府特色，内部已经讨论4-5年啊。整个跨部会在准备这样的一个工作，绝对不是临时，而且是突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这一些可能的对养猪农民、对所有的消费者启动全面性的沟通。而且要让他们放心，所以重点不在预告程序，重点是在针对这个沟通。行政院长苏贞昌画出袂当关门，更加袂当拒绝。伊讲口蹄疫成功出口，台湾猪肉就会当外销，要外销予人，袂当拒绝别人，并且表示中央会设立8亿的饲猪产业基金，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加改善饲养环境。
主委陈吉仲更加进一步表示，不排除高增资增加100亿。那那边安怎投入资源如何分配，细节还未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日就探到切克参议院议长 Mr. Chill 伫立法院发表演说的时阵，伫外面抗议。台北市长郭文德也问总统蔡英文，开放美国的肉品是要换什么款的物件回来呢9月7日，规工无公开行程的台北市长郭文泰特别拨时间接受媒体访问，敢若是有所准备。针对最近中央开放美国猪肉甲美国牛肉的争议，郭文泰批评过去民进党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佮讲是上交沟通的政府，即马煞无参详，交用通知的方式宣布，佮对总统蔡英文呛声，讲伊到底换啥物？只要提出意见，他就说我这是逆时钟。坦白讲，我怎么会逆时钟？我还是一个科学家，你知道吗？我也不希望说有中央跟地方的抗争。不过今天还有我在我内心里面真正很想问的，到底小英你是换了什么东西回来？这是我内心要知道。你不要讲说什么国际地位，这太空泛了。对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希望伫自治条例内底加入处罚，郭文泰指出，当初宣誓成分较悬，但是无希望变成斗法，坚持要等甲中央讲清楚才阁回应。但是马市长侯友宜对修订自治条例算是乐观其成。国民党党团有提要修改自治条例，我乐观其成。目前全台湾伫食安自治条例内底，对三马精灵检出有相关规范的县市，包括台中市、彰化县、台南市、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也阁有新竹县、嘉义市甲台东县府嘛，准备要伫条例内底加入咧处罚。花莲县阁要提悬罚金，也未有自治条例。花莲县、新北市、金门县甲苗栗县议会南亚党团嘛要提案修订。欢迎捷克来访，拒绝瘦肉精，拒绝瘦肉精。唔那地方动作真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马探捷克参议长韦德奇到立法院演讲进前伫议会头前抗议。欧盟国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止国内拒绝瘦肉精，包括进口也要求都是要零检出。所以呢，今天欧盟国家做得到，我们相信中华民国也做得到。林奕华指出，这届开放有三马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决策完全乌箱，希望立法院开议了后，总统蔡英文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这嘛是宪法予总统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那做要去到日本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日本的外务大臣今仔宣布讲，对9月初8开始开放台湾短期的商务人士以及特定的居留资格人士，通好用居留的方式入境。也强调讲，要提出上飞机进前72点钟内的采检证明，到日本机场也阁要采检1摆，而且也要进行居家检疫14天。9月中，真侪大学就要开学咯，外国学生也开始入境进行检疫。伫台中的KI科大甲朝阳科大，也已经通过台中市卫生局的审查，通好安排防疫旅馆，拢总有221间。不过KI科大的防疫宿舍要听候到休寒才会当使用。防疫宿舍独立的入口，引导人员先说明要注意的代志。入来到防疫宿舍了后，电梯先做分流，宿舍一人一间，有独立的浴巾仔，监视器随时监控。除了送餐的服务以外，也阁有提供14天的防疫包。台中高2间通过防疫宿舍审核的2间大专院校，分别是国立勤业科大，也阁有私立朝阳科大，拢有1百间的宿舍，提供予中港澳也阁有外籍学生来进行居家检疫。勤业科大甲其中一栋学生宿舍的3楼至5楼隔离出来做防疫宿舍。我们的学生入住了我们的那个简易宿舍以后都不会出来哦，然后我们有通知他什么时间在门口取餐，什么时间把他的废弃物送到门口。那我们的废弃物收集是跟甲级的废弃物公司签约的。勤业科大校方指出，防疫宿舍休寒才会启用，目前已经入境也是特别入境的国际学生，都会先安排去防疫替代所，费用是学校来处理。当完成居家检疫的香港学生表示，学校内底防疫宿舍大起来较有安全感。旅馆当然是比较大，但是在学校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感。不过，这学生刚开始对学校内底设置防疫宿舍冇记录，不过看到学校的措施了后，表示真安心。他们就是有妥善的空间，都是独立的，所以其实不用担心到。
因为伫咧学校内底设置防疫宿舍，人力的配置是加一倍。台中市落尾落实执行的学校，敢若2间。台中市卫生局表示，防疫宿舍必须按照防疫替代所的标准，伫咧清洁、防务安全，还有采灭部分拢要做好。他们相关的人员的训练，对相关的感控是不是都有很清楚？那目前我们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呢，目前已经有核准了2个学校。教育部伫咧今年7月份通知各大专院校通过当地卫生局审核的防疫宿舍，会当来做境外学生居家检疫的场所。目前台中市敢若私立中央科大已经有33个境外学生来住防疫宿舍，希望会当减轻学生去住防疫替代所真沉重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中秋连假拢总有4天，台铁对饭店过后，就停好去注文9月30到10月初5的火车票。另外，高铁的中秋连假车票是9月初3开始卖。台铁中秋连假加开各级别的车，拢总有185个车主，对饭店过后开始开放网络以及着电话语音订票。另外，9月30、10月初1、初3、初4也加开6班走东部的徛名制自强号。对9月初3开始到坐车日期前3天为止，开放身份证号码U 字头或者是 V 字头的民众，以及着109年8月初1进前户口伫花莲甲台东的民众，拢会当使用徛名制买这6班的自强号。为着要减少路口的交通意外，对9月初开始，警方会加强执法1个月，特别是汽车、奥多摆，若准无要让过路人过，就会抓真严，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3600块。近时轿车伫单台降位的时阵，对向行路的人搁伫咧过车路，毋过汽车就已经急要过，互伫现场了野的媒体，拢替赛车的人惊着一下。因为拄9月初开始，交通部甲内政部警政署开始1个月时间的路口安全大执法，尤其是赛车的人，若是无让行路的人优先通过，会去用列做重点处理的对象。不好意思哦，你知道车子转弯的时候，到行人穿越道时候要先暂停礼让行人。你刚刚。加强执法的头一天，中华警方伫咧中道进前针对77个路口违规，上报开出415张的罚单。若是伫咧大执法的头一天，交通部长林佳龙、内政部长齐国勇，还有警政署长陈家钦，3个人拢伫咧台北市出席宣传。齐国勇甲陈家钦今年3月份传出无害风波，且因2个人共台是无互动。毋过媒体搁较注意，这届执法的关键是针对车辆伫咧车路离行人无到3公尺的处地甲处罚。毋过是不想要清流，敢是有困难。我想每一个人心中有100尺，3公尺的距离大家都了解嘛，就是一个车道嘛。所以如果车子过来的话，你就在车子已经到那个车道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到行人在哪里。车辆跟行人最少保持1个车道的宽度，但是1个车道有时候不容易量化，于是我们把它量化为3个人目的距离，地上也有很明确的指标可以做参考。照即卖规定，汽机车若是经过行人的斑马线，无让行人先行，会当罚1200块至3600块的罚款。毋过交通部希望搁修法，甲罚款的一半提悬到6000块，通好保护用路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最近蒜头的价销大起，根据着云林西里果菜市场的挂价。8月31的价销已经是1公斤341块，伫市面是1斤240块，是有史以来上介悬的价销。虽然讲国内产量无减，不过受到疫情影响，甲农业的规定，进口的蒜头无法度入来，才会起大价。猪皮卤甲油光光，头家娘蒜头却是放甲真甘，以往炒菜袂当少的蒜钱用量也真计较。我会一直跟我老板哀啦，我说蒜头很贵，蒜头很贵，他还是一挖就下去了。头家娘讲，即马蒜头爱欠利用，因为价销和成本增加袂少。来到红县市场，消费者对一粒蒜头拢讲买袂落去。凊彩买就安尼一买落去，这拢爱看一下。摊商讲，蒜头价销来到6年新高，也因为量少，甚至市场也爱抢货。根据云林西里果菜市场的资料，到8月31，蒜钱的价销来到每公斤333块4角，会当保存的蒜头价销搁较是来到341块2角。市场价销往年的平均价销，蒜钱大约是每台斤60至70，最近起到800。那蒜头是为70至80块一粒，就起到240。台湾的一定会涨，对，一定会再涨，量不够啊，
供需不平衡，它就一定会涨啊。根据农粮署统计，国内汕头出现欠货，问题出伫进口量不足。以今年来看，国内产量大约伫42000吨，甲往年的水准差不多。要不过去年1到8月进口量达到17000多吨，要不过今年却只有1500吨，少7100多吨。整体来看，除了疫情地区进口国防港，主要国家无符合检疫标准，也是主要原因。国内没有减产，最主要是进口补充的时候，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关系，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他们的人力不足，还是什么减的也不干净，说不符合我们的就被退运啊。农粮署分析，像进口高级的埃及，都因为带有涂料啊，需要退运，国内产量真歹经落去，继续都安尼清悬。另外，什么时阵回稳，都要看疫情甲产量的状况来决定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位14岁少女失踪3天了后，落尾伫新竹的竹东找到人，细路嫌犯是甲伊藏伫咧因兜经营的套房内底。警方也甲这4位嫌犯先带走，详细经营效果也等咧调查。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对不起我妈。解构一下好不好？穿肤色衫的就是细路的主嫌，豆豆拄警方车行落来，敢若简单的回失咧，就甲其他2个共犯，伫咧警方的介护之下，押去高雄警局来侦讯。细路的少女失踪要到3天了后，总算伫咧初早起8点50分宣告破案。下晡警方嘛遂开始侦讯，要来调查案情。见面以后啊，就给他套上一个黑色的项圈啊，他跟他谎称说这个会电人，如果他乱跑或是怎么，就让他心生畏惧，就不敢再离开。他有表达说要离开的愿意要回来，因为他30要开学，说没让他回来，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认为他已经触犯到强制罪。好佳在小女去互找到的时阵，身躯无互绑起来，也是讲有明显的外伤，警署嘛无伤大的反应，规家伙总算会当放心。因安尼遮辛苦，哎呀，遮尔啊辛苦着，安尼日以继夜一直咧找找囡仔的下落，真感谢。回顾规件失联的事件，主嫌细路的查甫人先用网络交友来熟悉细路的小女，所以来用用电动带耍的工课来做理由，互细路的小女伫咧8月29离开厝里了后，坐高铁去新竹甲伊会合，结果又共犯细路的查甫人负责甲小女的手机摕咧，赛车登去台北转移注意，家己是带小女登去厝里伫咧竹东的出租套房天棚顶悬的暗房。你在跟孩子聊学校交了什么朋友，那么你就用等同的方法去跟孩子聊你在网络上交了什么样的朋友，网络上哪些朋友是好的，是不好的，然后是需要注意的。如果对方真的是有意图的，他大概就会有一些拐掠或掠诱的情形。立宪基金会提醒讲，囡仔伫咧网络顶交交朋友是无戒心的，较会去漏摄个人的信息。但是去互有心人士掌握了后，就会以恐吓的方式逼囡仔就范。对网络愈来愈普遍，交朋友去互性剥削嘛是逐年拢伫增加。建议爸母平常时会当甲囡仔加讨论时事，嘛爱了解囡仔对网络的看法，透过双向的沟通来防止网络的危险陷阱。记者综合报道。警察专科学校日前有一位姓廖的学生，伫咧招标测验的时阵，却熊熊昏倒在地，送病院急救，落尾也是植物人。当场在地的县长的教官也互指控讲，有去拖到送病院的时间，落尾也互判刑。家属要提起国赔。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是，警专爱赔予家属要到3000万。姓廖的学生坐伫咧轮椅，目睭四界看无得定，因老爸牵伊的手，互伊安心。这学生2017年伫警专其中的测验，走3000公尺的时阵，熊熊昏去。现场的教官互指控讲，想办叫救护车，送病院抢救了后，病院判定是缺氧性脑病变，变做植物人。家属认为讲，学校有疏失，提起国赔。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判警专爱赔2942万。虽然法院判决了，但是我一点高兴都没有，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听个儿子好起来。讲到后生是真激动，家属是哪讲哪哭，强调警专为代志发生到大约3年，一句实例嘛无。遐若后生到今嘛也无法度自主活动，希望警专会当做伙负责后手的医疗，唔通把责任拢推互家属。遐若警专回应讲，会甲律师研究，敢要阁上诉。一直啊，从事件发生到现在，一直保持有在定期在关注探视啦哈，但是因为家长的期待当然会有不同的落差了哈。
最近这几年，类似国赔案件，包括基隆港务警察总队涉任的警察，2011年走3枪公车的训练到一半，向分去，急救了后性命有救倒转来，不过言语失灵，半身不遂。基隆港务警察总队判爱赔偿1750万。2012年，空军航空技术学院姓张黄的任伍学生参加500公尺障碍超越战机训练，烈衰结死亡，判伊判着军司令部赔476万。咱若针对军警操练的意外，死了的同学因家属指控迄当阵伫现场现场的教官伤慢送病院，追究刑事责任。一审现场的教官红判有期徒刑5个月，专案已经进入2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到今已经超过600万人，正要面对的是开学问题。伫佛州就一间学校，伫第头一个礼拜就体检出阳性，超过250位的老师甲学生要进行隔离。另外，伫印度的前总统穆克吉8月封业出治病，31也不幸过往啊。另外，伫巴西也发生原住民部落的头人去染到武汉肺炎。纽约州也是疫情上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全力想办法，伫咧开学季保护全校师生的健康。创导这间高中就禁止学生使用检物件的柜仔，避免群聚。It brings us back to the 1970s when kids are working isolated and in tables and desks and rows and columns.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超过600万例，不过传播速度若像长号。最近这100万例经过时间超3礼拜，都400万到500万例经过时间是2礼拜半。上头先超过100万例时阵是经过99天。虽然最近这几天高一天的新增加确诊病例降低，美国的感染数甲死亡数也是全球上济。特地要开学，佛州一间学校伫咧开学进前就体检出阳性病例，超过250个职员甲师生去用隔离。总统川普8月中申请防疫顾问阿特拉斯出席佛州的防疫论坛，强调最近断疫人数甲日子，还有死亡率都伫降低。阿特拉斯主张群体免疫，也就是大范围传播病毒，快速建立免疫。若是安尼，会当避免封锁、降低经济冲击。When you lock down and quarantine people who are healthy but happen to be testing positive, you are creating enormous harms to them, to their family. 欧洲同款嘛有伫咧疫情当中开学的无确定感，譬如讲西班牙最近新增加确诊超7000例，健康的官员提醒，目前估计有超45%至50%的无症状感染者，大家必须要谨慎。疫情继续伫咧全世界滚价，印度前总统穆克吉31过身，享年84岁，伊伫咧8月初确诊，嘛是印度第3个确诊的政治领袖，带伊3礼拜时间同度昏迷，而且还靠呼吸器来维持，落尾也是无救倒转来。另外，巴西确诊是要甲400万例。病毒嘛入侵有原原住民的部落，真有名的原住民大酋长后年嘛确诊，旧年以来拢伫咧拍拼保护武林甲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进行武汉肺炎全面体检计划，今仔日是头一天。伫咧头一天的透早，就超过1万名的民众去做体检。特首林郑月娥唔但有去检测，也呼吁市民做伙参与。不过，香港病院管理局的员工却是跳出来抵制。香港为初一开始展开14天的武汉肺炎普遍体检，目前已经有55万3000外的民众注文。特首林郑月娥嘛伫咧头一天带领司局长伫咧政府总部的检测中心做伙做检测。林郑月娥表示，虽然最近香港确诊的人数恢复到10个以下，不过大家是真震动，因为推出真侪限制的措施，伊呼吁市民爱积极参与全民检测。當然亦都包括我本人同埋各位司局長。除咗教育局局長咧，因為而家佢做緊訪問嘅，正在而家做緊檢測嘅咧係行政會議嘅非官守議員。整個檢測嘅流程同埋個體驗咧都係好安全、好簡單、好方便。全香港拢總有141個社區的檢測中心，普遍體檢的頭一天，有7成的檢測中心攏注文滿啊。香港人民只要入場進前磅體溫、檢查證件甲注文的信息，就會有專人採集片空甲拿後的樣本，再閣為指定的路線離開。港大醫學院院長楊道偉，也閣有中大醫學院教授柯樹昌，互相替對方採檢，強調過程是安全佮方便。其實就冇話痛嘅感覺喎，咁跟住就係個咽喉拭子，咁其實成個過程你講緊都係2分鐘內完成晒㗎啦，所以就非常之快捷嘅，亦都冇啲咩唔舒服嘅感覺。亦都我哋係需要尊重每一個個人佢自己唔同嘅考慮，
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個人考慮咧，就係因為我過2日亦都會係喺一個檢測中心裏邊幫手做採樣員，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咧可以係去保障翻將會被我採樣嘅市民。香港病院管理局員工電線對普遍體檢是抱反對嘅立場，這個檢測嘅效果會增加病院壓力，呼籲香港市民愛反對全面檢測。林鄭月娥批評有關團體嘅行動已經影響到市民參與嘅意願，呼籲因愛打動啊！而且強調講普遍體檢並不是強制性。柯淑昌表示，香港第3波疫情發展較大，感染源不明嘅案例未少，檢測嘅計劃有一定嘅價值，會當倒找出一個穩重嘅傳播鏈，愈濟市民參與，效果會愈好。記者綜合報道。第77屆威尼斯影展伫9月初2就要舉行咯，而且這是疫情過後頭一個開放嘅大型國際影展。雖然有遵守防疫規定，規模受到限制，不過真濟民眾也是希望講，會當透過影展來挽回已經受傷嘅觀光甲經濟。將壁彩虹碑加小舞台，規座城市真有活力，準備迎接第77屆威尼斯影展。2020年無疑是電影界的小月，受到疫情影響，全球影視產業停落來。世界3大影展之一的威尼斯影展是新冠病毒疫情了後的第一個舉辦大型國際影展，由奧斯卡影后凱特·布蘭奇擔任本屆的評審團主席。抵達斯諾登甲香港導演柯漢華小頒獎新成就獎進看頭。Sì, assolutamente è un segnale molto forte che la Mostra del Cinema vuole dare quest'anno. L'ultimo grande mi sa è stato Berlino, che è stato fatto e quindi insomma sì, è un grande segnale di ripartenza per il cinema e per la città di Venezia. 主辦單位配合疫情，所地播放的片量也特別設置2個戶外播放場地，為了避免造成空棚，官方國家發布全套嚴格防疫指南，和參展人士需要暫停掛喙罨，家己離開所在場體溫往年一定客甲一桶桶的按地毯，民眾即馬也被要求保持社交距離。雖然影展有一寡無同款，市民依然充滿期待，希望會當刺激在地觀光。Il festival potrebbe essere una grande opportunità di ripresa sia per il Lido e per Venezia e i ristoranti del Lido e i ristoranti di Venezia, ma anche per il cinema italiano. È limitato a quelle che sono le possibilità degli attori e dei registi di venire, però sicuramente abbiamo un aumento delle prenotazioni alberghiere e abbiamo previsto molto più movimento anche per il trasporto pubblico, per i tassisti, per i gondolieri, per tutto l'indotto del turismo. 作為疫情爆發了後，受先影響的歐洲國家，意大利經濟甲觀光都受到影響。威尼斯旅遊局統計，過去來自新景區以外的觀光客佔總進出的45%至50%，國家帶來大約7%整體收入。這擺威尼斯影展短短10天的活動，雖然真歹，和觀光收入登到過去影響甲規模，永遠唔望會當借着機會點到觀光業和所謂回遷。記者綜合報道。若有武漢肺炎，也千萬唔通袂記非洲豬隻。非洲豬隻佇中國吞大，中國政府也當咧找海外的豬肉來源。就消息佇咧講，中國要佇阿根廷投資上千億飼豬。不過，這個消息一傳出去，也引起環保團體抗議。手提動物權益的標記有人掛粉紅底的字句。阿根廷環保團體甲動物權益保護人士31日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街路反對政府甲中國所達成的，由中國投資35億美金來飼豬，而且4年要對中國供應95萬頭豬肉的協議。Hoy estamos acá porque queremos una consulta popular completa sobre este acuerdo. No queremos que se firme de ninguna manera. Se van a matar 100 millones de cerdos al año. 阿根廷原本就是中國上大的牛肉供應國，而且佮對中國輸出大量飼料利用的販賣等等的作物，啊，毋過豬肉的產量無懸。佇咧中國的支持之下，阿根廷會大幅度來擴大飼豬的規模，來打造飼料、飼豬、胎豬，啊，佮有包裝一條龍的生產線，希望會當甲年產量提懸到14倍。啊，毋過反對者認為講企業化的飼豬違反人道，而且佮會大量用藥，啊，佮有高擺攤，是甲人甲傳染病風險外包去家己的國家。佇咧強大的人數壓力之下，政府已經甲簽約日子都7月延到11月。Estamos cuestionando un modelo de producción basado en la contaminación, en el saqueo y el envenenamiento hacia la naturaleza y el ser humano. Hoy se ve en qué se ve reflejado, en este acuerdo de cocina que quieren llevar adelante con China para convertir en una fábrica de pandemia. Decimos no, pero no solamente no al acuerdo con China de manera categórica. Decimos no a eso y a todo el modelo productivo de agrotóxico y agronegocio
que se viene intensificando y profundizando en la Argentina con el único objetivo de la desesperación que tiene este gobierno por capturar dólares para pagar una deuda que ni siquiera fue auditada en el país。阿军定面对债务的违约，甲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衰退，即马急要需要有收入来重恢复经济。外交部长索拉强调讲，这个机会对国家真重要。政府嘛强调讲会做好万全的宽平，毋过也是无法度互人民的记录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切克参议院的议长昨伫政治大学演讲，结果校长郭明正在致辞的时阵说讲，400年前的台湾社会有关是无穿衫的原始社会，这款言论也引起众人批评。郭明正伫今仔日也发表声明，甲大家回信咧，也强调讲，伊所讲的内容是有根据的，无甲人看轻的意思。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8月30日伫政大展开第一场公开演讲，结果政大校长郭明正这下会引起争议。400年前的台湾是一个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无穿衫的原始社会引起其实原住民文化争议，政大校校也发表声明道歉，表示论述是依据联邦上规的日记，毋过到底敢有这个人，这本日记也是内容敢是属实，也阁需要积极考证。若讲记录属实，400年前的台湾社会确实有无穿衫现象，毋过主要想要表达的是，当时的台湾是无经过雕磨的脚啊，无等于是落后不文明。当然，你可以质疑地方上位所写的是不是100%这个精确？那我们实际上是非常尊重，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的原住民的生活这样子叫做落后，没有任何的歧视。原住民是我们在整个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支柱。除了这之外，声明中更加再三强调，无任何的看轻，对外头资料有错误表达，互人受伤，拢爱深深的回释咧。也过有学者认为，甲台湾历史相关的文献真济。身为学者校长，伫引用资料时阵，需要注意可信度加代表性。你要实事求是啊！你即使在引用文献的时候，你也知道说这个文献的可信度，它的代表性如何，不能引用一个最极端、最偏见、最有种族主义的这样子的观点来描述台湾的原住民。昨天讲的话辩护或是说致歉其实是一个突破。政大是一个有学术地位的学校那我们希望它可以深化对台湾多元族群还有文化的认识跟尊重。政大学生会认为，校长愿意为争议的言论道歉是一大突破，也希望会当承担个人失言的责任。另外，也毋望校长伫任何场合拢会当经受校长甲学术人的责任，并且侵犯对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知识甲尊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人投资的希准大王户，日前去互亚讲有虐待外籍移工的行为，8月中去互美国列入去黑名单内，也禁止机会去美国，也禁止因靠返美国。挂照伫阮阿杜，也毋过实际上是台湾人经营的宽基船大王户，被船顶的移工甲民间团体控诉有虐待拍外籍移工的行为。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伫8月18将大王户发出暂扣令，禁止这只船的渔客进入美国，也不准停靠美国任何港口。大湾还发生过更严重的事情，在航行当中，船上的台籍干部，据我们这个渔工讲。几乎所有外籍渔工都被打过，在打了之后，就有一天早上，一名印尼的外籍渔工沉尸在船上。内政部称，已早起举行一年一度的人口贩运防治工作坊，外籍渔工人权保障联盟再度前来场外抗议，并且质疑政府当年举办像大摆摆的工作坊，渔工报销的问题依然一直出现。这样子的国际工作坊已经办了。没有10年也有8年，可是改变了什么呢？相关的侦查都已经完成，那台湾的部分已经进入到司法调查的一个阶段。那在行政院的跨部的平台里面，我们将渔工的问题都是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一环。大王户被举报冒有印尼籍渔工伫船顶过身，内政部表示，这个案已经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正伫司法调查庭司。民间团体也继续呼吁远洋的外籍渔工应该落实劳基法规范，和劳动部定准海上劳检做全面性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劳动部公布上新的无薪假调查，有缘要是要到2万人伫咧放无薪假，虽然人数有比顶回较减少寡，不过放无薪假的企业却是一礼拜以来就增加32间。放无薪假有缘是制造业占上介多。另外，经济部的纾困3.0伫咧今仔日正式开放申请，若准7月到9月之间，营业额达5成以上的企业，就当来申请员工的薪水补贴。劳动部公布上新休无薪假人数的调查，实施的企业有852间，影响的人数要2万人。一礼拜内新增加32间企业休无薪假，不过影响的人数甲顶期来比是减199个人。不过制造业也是上严重的，休无薪假的人数上侪，有13484个人是减班休困，有336间公司休无薪假。伫六大制造业当中，以金属机电工业休无薪假的人数上侪，有超过5700个人。金属机电业也好，可能是国外的疫情，它有一些封城，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外销。根据中经院公布上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发现六大制造业 PMI 值有5大产业突破代表景气状况的50%，代表景气有变较好。不过，电力甲机械设备产业是49.2%，伫50%以下，出现连续16个月情形拢无啥好。目前这个订单其实能见度都非常有限，像纺织业连续3个月都是这个30% 以上的相加年增率的负成长，就特定的产业不能以乐观视之啦。制造业景气无好，无薪假的人数直头增加。经济部纾困3.0 9月初1正式实施，只要伫7月份到9月份之间，营业额衰退5成以上的企业，就会当申请员工薪水的补贴。那7月到9月的营业额的情况是跟去年，或者是跟前年的同一期比，我们是认定衰退额达到50%，这样认定做艰困企业。经济部工业局表示，纾困3.0拢总编156.2亿，按算会当稳定差不多30万个在职员工就业。为即马开始到10月底，或者是经费提早用了为止。学者分析，台湾防疫做了袂歹，经济活动的影响，甲世界各国来比，只有部分的产业影响较大。若半导体的产业颠倒受成长，订单是则袂利。预估今年规年经济成长率也是会当维持这成长，而且至少有1%的成长率。记者综合报道。导演魏德胜正咧筹备台湾3部曲的电影，头一出是要讲西拉雅的历史文化，其中西拉雅的麻豆社场景就选伫咧高雄的南青计划区，9月初1就要开始动工，按算明年8月就当开始拍片。导演魏德胜甲高雄市副市长苏德等一家人做伙弄股，宣布台湾3部曲这出电影重要的场景麻豆社正式动工。魏德胜嘛亲身做小改，讲头一部曲主要战争甲掠落甲的场景拢会伫遮翕。历史里面的这一段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怎么结束的，都有考究。但是场景环境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用自己的想象来去弄，倒比较没有办法去参考历史的太完全一模一样的历史关系。台湾3部曲是台湾历史上投资金额上悬的电影计划，受到大家关心。因为头一部曲的剧情关系到西拉雅部落，魏德胜嘛向真侪学者甲专家请教西拉雅族的历史文化。去用邀请来做顾问的文书工作者表示，对这个邀请是真期待，佫惊受伤害。对我们的能见度跟让外面看见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他的剧本里面在写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汉人的角度去写，那他这样子的角度在写的时候，对于我们已经被误解的文化，更加深那一种刻板的印象。那后来跟他谈了以后有被他说服啊。9月初1开始搭的场景，也就是头一部曲的场景麻豆社，地点由高雄市政府甲工业局，也佮有国有财产署，有强成了后，免费提供予南青计划区，互局组借用3年的时间，来重现400年前嘉南边缘部落的景致。魏德胜表示，动工就代表无回头的机会啊！按算电影会伫明年8月份正式开始翕。记者综合报道。海保署公告，中华北海猪，也就是俗称的马祖鱼，伊的重要生态地类别甲范围，这所在也包含着苗栗、台中、彰化分林的海域，而且是对今仔日就开始施行。不过保育团体也讲，这是6档进前的旧资料，也无包含着马祖鱼全部的活动范围，恐惊对保育是无够责任。
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地生态保育议题，最近这几年因为国光石化甲离岸风电的发展，受到真大的注意。海保署等等的单位经过8档的拍拼，总算让北海地的栖地范围划定伫咧9月初1正式开始。划为重要栖息环境之后呢，举凡是相关的环评或者有些开发计划，都必须要送到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审核。那确定这些开发行为跟作为不会对于白海豚的族群造成影响之后，才能够继续去进行。海保署所公告的北海地栖地范围，都苗栗台中彰化到云林4个县市的沿海海域，但是保育团体表示，根据上新的调查，嘉义甲台南5个沿海等等的海域，嘛有北海地煞无划入去。苗栗、香山。一直到台南那个五股那边的，已经确认这是那个台湾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环境。他们大部分是在水深5到15那个公尺，所以都是很近海岸的。保育团体感觉公告范围甲海域界线无够全面，可能对保育不利，但是渔民有无同的看法，希望保育生态时阵嘛当考虑到渔民的权益。你要划设的时阵。不要影响到我们渔民的权益啦，还有渔民的生计啦。所以讲尾啊，咱海委会这边嘛有释出善意，就是讲要咱的迄个渔业行为吼，以不限制安尼啦。海保署表示，除了公告栖地范围了，阁会推动保育计划。毋过北海地的保育甲渔民的生活要安怎兼顾，可能相关单位阁爱多方协商，才会当伫两个之间得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职业篮球联盟 Plus Lake 联盟4队其中之一的新德工程赛队，下晡全体这球员也拢头牌献身。目前这球员名单有10位是台湾的球员，球队也伫10月17、18这2天先举办热身赛。来自新店的新球队公车赛的球员，以一就台，为了兑现在地特色，公车赛英文队名以西亚 Lion 用流工程师 Engineer 号名 Lionier， 有10位本土球员，有计各部2名华员，队长是前中华队中锋高大虎。伊强调第一年就算是输，也爱输得精彩。输我们要输得很精彩，输得让人家觉得可以让人家尊重。对啊，我们其实第一年的球队，你说信誓旦旦的说要拿总冠军，我觉得这个几率比中乐透还低吧。球队下昼举行色彩大会，馆长尤文科技主台就大声喊，这不是做梦，新德真正有球队啊！了后收录球队送的背号1号的球衫，强调会全力支援球队，带动地方运动产业发展。工程赛队所属的台湾职业篮球新联盟 Plus 里也表示，先球今年开打，才豆豆扩大。今年当然是因为时间啊各方面条件，就4支球队先开打，那也希望在逐年吧，都可以有增加球队的机会。Plus 里由4队组成，除了新成立的工程赛，也阁有富邦勇士、宝岛梦想家加浦园建筑。工程赛将伫10月17、18 2天，甲其他3支队伍先进行热身赛。记者综合报道。趁着行政院长苏贞昌到中立后车头，视察铁路地下化的情形，艺文团体也来向苏贞昌请愿，希望会当保存中立正重要的铁路文化资产，成立中立的铁道博物园区。行政院长苏贞昌甲交通部长林佳龙，初一早起去中立后火车头视察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拢总18公里长，已经进入实际推动的阶段，总经费是1048亿。由中央负担75%，地方负担25%。按算工程发包开工了后，7年会当通车，打造台北、新北、桃园1点钟的生活圈。桃园铁路地下化，中央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经费扛起来，负担75%，整个钱中央负担786亿。保仓库，保仓库，保故事，保故事。院长请接陈情书，院长请接陈情书。艺文团体烦恼讲，铁路地下化甲中立车头附近都市计划的综合规划，恐惊会影响到铁路重要的文化资产，包括中立票务中心、甲火车头南边规排超过80年的铁路仓库。艺文团体专工来တင်情，煞真无拄好无见到院长。我们今天希望来，就是院长能够听我们澄清。铁道仓库它其实是80年的老仓库，它其实象征的是中立因为车站还有轨道运输繁荣的历史。仓库是在台铁的车站专区，
那我想这个意见我们会找台铁艺文团体跟文资委员来协商。艺文团体表示，网络顶已经有超过1700个团体甲民众人数，还阁持续咧增加当中。因希望铁路文化资产中立4号、甲5号铁路仓库会当原地保存以外，嘛希望中立票务中心的机构甲技术会当保存伫咧中立，成立中立铁道服务园区。记者综合报道。物件唔通乱拼，会当变宝贝，要保护恁知影。伫台南关电所出产的菱角是全台湾出产菱角上介济所在。不过，这个菱角的壳因为是农业废弃物，正是透过开发甲无爱滴的壳，开发变做是济产品，有影是乌土变黄金。甲菱角壳用高温炉烧，刷落甲团粉水清气，搁互日头晒4、5工仔，晒好打菱角壳才通最好团。它温度会到达接近1000度燃火的状态，它才会碳化。因为它的量是刚好一包就是11公斤，它才是干湿度才够。如果是太重的话，它就比较没办法燃烧。台南的关田是台湾上大的菱角产地，一年产量大约6800吨，也连带产生上千吨的菱角壳。过去菱角壳是无人要爱5当前关田区公所电桥路甲废物变黄金，将菱角壳烧做团，一年大约通产生90吨，也因为需要大量菱角，顺续外发社区。因为从零壳到零壳碳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人力跟空间，跟这个技术。所以在人力的部分，我们就透过社区的关怀据点，让这些长者他们志工，大家一起来做。产业官方学界斗阵合作，研发最多菱角壳产品，像利用菱角壳除臭味、做分享等等。因此，社区的合作社一年营业额也超过100万。但各家菱角壳需要土团改做一粒一粒，会当甲精油滴落去。零壳碳转成零颗粒，然后用来吸附一些空气中的那个杂味啦等等，功能都一定存在。第好发挥创意，解决废弃物问题，也提升菱角的附加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明仔载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地震雨或者是雷公雨。南部地区的雨会较大阵，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北部甲山区有可能会短暂落雷公雨，也请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6度。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咱也做伙来到印尼看汽车音乐会，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看的时间，咱再会。
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港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普乌普，倒乌倒。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加造就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2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烧金衣，和好兄弟有食阁有掠。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底清水，边放煞文、面布、起面、起膏、螺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伫7月会掠交替，台湾的海边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阁有唔通考试听讲考试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鸭，唔知死活。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溜普渡敬米，7月半中原考试7月半鸭唔知死活。其实咱若存好心，甲好兄弟互相尊重，7月时慢免伤紧张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